来，新竹市长高虹安二审方撤销着贪污，等于未起防体脱公权，也就是讲高虹安有真悬的几率会过来参选着新竹市长。国民党造法会主委李铁华过去就捌讲过，讲这个新竹市长高虹安是属于现任优先，所以国民党会来礼让，也就是讲高虹安将牵动明年新竹市长的选情。含立法院长韩国瑜同齐扫街，当天一个新竹市长高虹安当过反罢免，如今食钱的官司二审裁定大反转，撤销7年4个月刑期，唔免体脱公权，代表会当投入2026的市长选战。伫咧停一个这段期间，高虹安伫咧地方将在含议员佮当地里长去赛车博感情。国民党造法会主委李铁华就捌嘴放人讲，高虹安若确定要参选，拿赢地让，等于先调政策拿北海选区。不管在我们的上一届主席跟现在的主席都一直希望我们地方要来支持我们高市长，那也希望我们高市长呢，不管是在市政也好，明年选举也好，都能够顺利。对高市长都有不可撼动的一个凝聚力和向心力，我相信人选都在大家的心中，我们高兴10分钟就好。那边若合作，两边当然是乐观看待。目前高虹安若参战，另外方面可能连选，包含民进党新竹市议员陈建明，和进前不满另外战3参选立委的阳明高大教授林志杰，拢可能是连选。不太可能将胜选寄托于对手的合作是否破裂，或者是对手是否被判有罪。另外连选也未出来，如今高虹安有参选的资格，互2026新竹市长的选情会有愈侪无同款的剧情发展。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